要一摆来敬拜咱的上帝的时，咱要邀请乐团先来吟，咱拍开咱的耳孔，拍开咱的心，就回来听。哈利路亚。正手，咱要为后礼拜六，咱台湾要选举的这件代志来祈祷，求上帝当选出上帝合上帝心意的总统，阿们吗？阿们好，咱这个时阵，咱大声来祈祷，为咱的台湾来祈祷，哈利路亚。